伊朗甲美國達成協議，佇咧以色列甲黎巴嫩停戰這段中間，完全開放荷姆茲海峽。這個消息一日出來，國際油價是水落一成。不過上新的消息是，伊朗軍方又閣宣布封鎖海峽，要來對抗美軍對因的壓制。國際油價恐驚會閣起。而咱台灣這邊油錢中油是宣布講，後禮拜一無要調整，就是要維持物價的穩定。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佇社群平台發的文章內底宣布，佇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期間，荷姆茲海峽是完全開放，予所有商船會使通航。美國總統川普相反也是發出這個文章，宣告這個消息。This will be a great and brilliant day for the world, because Iran has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fully open and ready for business. And full passage. 不過，對着美軍當時繼續封鎖伊朗的港口，伊朗軍方為着表達抗議，則被伊個宣布封鎖荷姆茲海峽。佇這麼九月多變的情況下，各國專家即陣攏以真細膩的態度通過這個真重要的航道。也若進前佇通航消息激勵下，引發國際油價大落。美國西德州原油落到一桶是84塊美金以下，落超過11%。也英國北海的布倫特原油計數來到90塊美金左右，落大約是9%。What we'll see is more of an oil price that's probably in the 70s. Maybe depending on what's happening geopolitically, it could pop up into the 80s. But I'm hoping the days of $100 oil are behind us at this point in time. 也閣看重這個經濟動向上界重要因素，也就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停火，佇10天的期限了後，到底會安怎？也有真大無確定性。另外就是美國甲伊朗的談判內底，上界重要核能問題也講袂完。伊朗堅持無愛交出已經提煉的濃縮鈾，也毋過美國無排除家己去搶，這互伊朗是真不滿。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